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今仔带团来台湾访问，早起先去退伍会，稍来嘛甲总统蔡英文见面。交通部长阁在今仔甲台北市长郭文地见面讨论家人接吻，双方嘛将对路线的规划有达成共识。南非出现全新的武汉肺炎变种病毒，香港嘛有病例。英国宣布今仔开始来自南非临来国界旅客袂当入境。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增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案例，有12例境外病例。另外，外界正关心讲，目前伫南非脱甲正紧的新的变种病毒，敢会影响到台湾？指挥中心伫下晡嘛宣布讲，11月29日开始，对南非、波查那等6个国家入境的旅客，拢爱强制住伫集中检疫所14天。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没有本土病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那境外移入有12例，第16起，我们同时都主要是供应在打 BNT 莫德纳 AG 的第2剂，及已接种第1剂 AG 疫苗者的第2剂，可选择 BNT 或莫德纳。那施打的时间是定于12月2号到12月8号。这样的一个新的变种病毒株所带来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从11月29号0时起，将下面这个南非、波查那、纳米比亚、赖索托、斯瓦蒂尼、辛巴威列为重点高风险的国家。那换句话说，他在那个从11月29号0时起，在抵台前14天内，惩治上述这些国家含转机。那就一律公费入住集中检疫所14天。那而且配合我们的专案的采检要进行还后续要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那这些都不适用7+7或10+4的春节专案。再来看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戈亚今仔带团来台湾访问，早起先去退伍会，嘛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这届的行程全程拢有直播。总统蔡英文正感谢美国的访问团来台湾，表现出咱两国的友谊。戈亚嘛搁再强调讲，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一定做会到，台美关系是稳定发展。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9月2日暗时，甲另外4名跨党派众议员史罗金、欧瑞德、雅各布斯甲梅斯17个人坐行政专机到台湾访问。2日早起去总统府会见总统蔡英文，即摆甲进前美国议员访问台湾格调无同。总统府公开直播，感谢议员伫感恩节假期来台湾。我要跟各位访宾说，从明年1月开始，我们退辅会将会派员常驻华府，可以针对退辅军人的健康保险、优质医疗、就业辅导以及长照等方面增加更多的交流。蔡英文讲出台美真侪项领域的合作，包含国防方面、甲伫经贸方面，特别表示，海防美伫进口以来，台美展开的铁法对话，展现台湾有决心解决困难的贸易问题。最后强调，甲美国捍卫共享的民主价值甲区域稳定。The world has heard you loud and clear.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is rock solid and has remained steadfast as the ties between us has deepened. 高也表示真欢喜能延续台美面对面交流的传统，表示对台承诺真坚定。不过到台湾了后，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史罗金伫推特发文表示，代表团出访的消息出来了后，伊办公室收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消息，要求取消出访台湾的行程。2日透早，访问团第2行程先拜访退辅会。根据了解，主要是针对台湾后备军力提升、甲后备军力改革做交流。访问团甲退辅会主委房这款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监察院公布上新的调查报告，认为讲台湾气能安全的风险，互外界上过看轻咯，损害赔偿嘛无够。监察院嘛提出8项的建议，要求行政院爱重新检讨。委员赵永清嘛警告讲，面对核灾，若是无做好准备，有可能国家会毁掉卖袂整。
也毋过丁芳起诉公投发起人黄树修是认为，这份监察院的报告有问题。为日本福岛核灾10周年，来看台湾对核灾应变能力够唔够？监察院公布上新的调查报告，提出8项结论甲建议。因认为核案的风险无妨要义，损害非常无够，而且咱国核电厂4颗内的紧急应变计划区，敢若有8公里的范围，比其他的国家10公里以上的范围是差真济。佮讲以断然处理的听书，讲核能真安全，对人性是真大考验。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相关单位把这个断然处置视为这个保命符。断然处置是一个程序，断然处置不是什么人工智慧系统，我发生核灾之后会自动帮我断电，自动帮我防止核灾。监察委员赵永清认为，政府一直无用认真甲严肃的态度来面对可能发生的核灾。伊警告，面对核灾若无做好准备，恐也会引起灭亡危机。处理方面经验不足，或者是施工品质的落差的问题，核废料还无解的状况之下，我想很多人都提出来，我们实在是没有资格再来新建核电厂。如果真的万一发生像福岛式的核灾事故的话，那对台湾来说，那真的是亡国灭种。监委是真严肃地看待核电厂可能造成的危机。中科核四公投的代表人黄树修是批评监察院代志颠倒头讲。我觉得监察院的说法是倒果为因啦，因为从福岛核灾的教训，他告诉我们是现场人员没有办法决断，那政府的高层互踢皮球，那拖延了核灾处理这个时间，才酿成了辐射外泄的这个风险。中科核四公投案年底就要举行，监察院伫1个月内开2场有关核电厂的记者会，嘛引起大家质疑。电厂警讲，这个报告本来就是今年年底结案。赵永清补充，英国无分党派监委针对核四提出侪纠正案，强调这个时阵公布调查，并无牵涉政治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昨晚环保团体甲台大教授陈文山开记者会，公开表示反对核四厂停拍哦。因指出，伫核四厂的下面有 S 断层，外海嘛活动断层，若是发生地动，核四厂安怎补强拢无效。也毋过，公投的发起人黄树修是表示，已经有真侪证据显示讲 S 断层毋是活动断层，嘛批评讲这学者欺骗社会。全世界无像种核市场遮歹的条件，接近活动断层啦吼，伊的手棒内面吼，佫有2条较大的断层伫内面。佫一届表态反对核四重拍，台湾大学第1科学系教授陈文山提出台电引用中央第1调查所2009年的报告，表示核四厂外海活动的断层有90多公里长，而且厂区下骹 S 断层长度至少2公里。学者表示，虽然还未证实有活动性，不过地壳若震动、刷叮当，核电厂就算讲补强也无效。我在这里说，没有办法补强。那个断层往地下延伸至少10公里，10公里后的地壳一错动，你上面那个再厚的混凝土，你说那为主体2公尺厚的混凝土，一样是螳臂挡车，直接剪断。整天跟我跳针说北部的这个核市场，这个 S 断层，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证据都是非活动断层。你要做进一步的地质调查也可以，可是拜托这些反核的学者不要顶着地质教授的头衔出来讲一句我们不排除、不确定。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种学术欺骗，这是蒙骗社会大众的行为。核四厂敢安全，正方反方继续讲来讲去。不过核四这阵封存，针对下骹 S 断层，敢要进一步做第1鉴定。台电表示，即卖还无收到指示。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来看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甲台北市长郭文德见面，双方将对家人捷运的路线达成共识。交通部支持郭文德提出的10指东湖要延到台北捷运的东环线，详细规划铁局会阁甲台北市捷运局来讨论。为家人捷运路线真侪摆呛声，交通部长王国材自达到台北市政府沟通，到市长郭文德亲身出来迎接，两人先用手后敲互相拍招呼，佮握手简简按下子。他的同学都在有事务，陈学才跟那个上次讲。市长今天心情有好一点吗？
两人看起来心情袂歹，会面将近1点钟，双方对机捷路线达成共识。交通部支持原体提出的适当线，要延伸到台北捷运东环段。柯市长这边也希望说，我们这个系东段要延伸到东环才有它的效果。这部分交通部也支持哈，所以我想说，整个基隆捷运，我们希望在今天确定这个方向以后，双方的这个专业的我们铁道局跟他们的捷运局哈，就细部部分再做一些讨论。好，下个月就会定案了。专业讨论是专业讨论很久的时间，大方向确定，那个细部幕僚还要做很多研究。这机电系统部分现在已经确定说，确定会一致的。原本规划适当线上接近台北捷运的转捷站是文湖线的东湖站，不过2站离差不多280公尺，对民众转捷是无方便。市府提出适当线延伸到未来北捷环状线，目前捷运东环段还未确定。初步规划全线用地下化，起点由中山区的敬业3路、延乐群2路转入内湖区的水公路，经过松山区甲信义区，终点站伫文山区的捷运动物园站。东环甲捷运文湖线、松山线、板南线甲信义线拢有交接。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转好哦，也毋过最近社会案件是袂少。屏东县的警察局查到讲有民众业者为着要抢行李，威胁甚至对民间救护车业者甲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起骹动手哦。另外，毛头车业者恐吓共图，爱家己必须爱交钱的工会。大门锁的员警上门要查案，所发现门后有声音，赶紧走去后巷，发现一名嫌犯躯伫内底，有可能咧通风报信。早上。出来啊！警方接着线报，有一团看准到民众业者的相机，家己组成公司，为着第一时间要接到案件，当期派人来恐吓到民间的救护车业者，甚至是病院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讲若是有人性命有危险，就要赶紧甲这业者通知，啊无就会动用暴力，甚至信核弹，拢是因威胁的工具。包卡以及要从医院转院回家把管相关患者的消息啊。必须要跟他们来做通知，以便他们来接手后续的殡葬事宜。乌灯上准的，还佫有涂封的相机。警方掌握屏东恒春一名黄姓的检官，看到涂封成分有相机，家己成立一个工会，要求各地营建工程的负责人拢要加入，而且要付钱。若无愿意，就要甲伊拍，佫会派人跟踪这被害人，互因家己感觉非常的惊吓。自评的目标3名，共犯21名。这个街头斗殴的部分总共12件，77人并这个侦破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6件6人。屏东县委22号开始动员上少150名员警，连续7天来扫殴，破了将近20件街头相拍的不法的事件。警方强调，因帮派是无法度容忍的，扫殴的工课袂来放松。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最近有一寡民众拢伫要去亚溪温泉的路令发生意外。台东县消防局统计，今年南行山区的日常温泉就发生5件意外哦。昨昏有一个民众浸温泉浸好要落山的路令熊死亡，经消用5点外钟，才甲遗体搬上车再落山哦。经消嘛呼吁民众爱评估家己的状况，上好嘛爱有专业人士带团。台东关山的警消救援人员。2日下晡2点，接到通报，南行山区的日常温泉有民众浸完温泉了后要转去的路令，熊胸坎杂杂，休克心脏怎定去。不过日常温泉的出入口是一条小路仔尔，而且有70度遐尔行，短500公尺的路，这救援人员是用5点外钟，才把这个民众赶去到大路的。李姓男子经急救后无效，目前由检警进行相验，以厘清死亡原因。疫情期间袂当出国。寒冷的亚溪温泉，就成袂少民众去行搭。今年1月份至3月份低温的期间，日常温泉就一入来1万多人次。根据台东县消防局的统计，从今年到今，日常温泉发生3人的意外，都有6件。有体力无够的，人工关节突轮的，还有1个人不幸死亡。有登山向导呼吁民众，日常温泉是真有困难度，亚溪温泉行程路途边境拢有70度遐尔行，一定要团体做伙去，才当避免相关的风险。有经验向导，因为他带过很多人嘛，所以他可以看得出来，在走到某个地方，如果他没有办法下去的话，我们就建议他就是往回撤。登山向导讲，其实唔来日常温泉需要带团去，
其他所在也可以温泉，上好也是爱有专业的人士带团去。上烦恼的就是民众若看到网络顶真水的景致，就家己去爬山浸温泉，便若出代志，消防人员就要出动济人力来救援，造成大家困扰甲社会成本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南非出现一种全新的武汉肺炎变种病毒。南非的卫生部长表示，这种病毒伫当地是传了真紧哦。亚洲的香港嘛已经有病例咯。这款新的变种病毒暂时号名叫 U-New。英国嘛已经宣布讲，2月中旬开始哦，来自南非等来国家的航班旅客暂时袂当入境。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刷咧出现无共的变种病毒株。南非最近伫部分的确诊者身上验出上新的变种病毒 B11529，有可能会甲号名做 Nu。南非的卫生部长表示讲，头起先就亲像一寡群聚感染，不过科学家为内底发现到新的变种病毒。From yesterday, indication came from our scientist colleagues from the network for genomic surveillance that indeed they were observing what looked like a new variant. 新变种病毒伫南非人口上介济，何定省活甲真紧。专家讲，这和2019年头一摆伫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甲比较起来，全新的变种病毒有超过50个变异点，其中有30外大是这个病毒的表面的这个刺2倍，恐惊伊的烧毁力更较强，而且嘛会当来对抗即卖新冠疫苗。英国已经宣布，从26个中昼开始，对南非这6个国家来的航班的旅客，拢暂时袂当来入境。The early indications we have of this variant is that it may be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the Delta variant, and the vaccines that we currently have may be less effective against it. 新变种病毒来甲香港界，不过非洲国家的医护人员因咧注新冠疫苗的这个注射率关键感差真济，关所得的国家有超过8成医护人员注甲真完整，不过低所得的国家却敢若有27%的医护人员有注。目前，亚洲干那香港有一个36岁查甫人，最近对南非转来，互人验出讲有新变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嘛会来召开特殊的会议，讨论新变种病毒的影响。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欧洲第4波疫情反复，德国胃着病死亡的人数伫昨已经超过10万人。新总理肖兹嘛宣布新的防疫办法。欧洲国家的疫苗注射率拢有超过6成，也毋过疫情嘛是无法度控制哦。英国 AZ 的执行长索里奥是讲，这是因为这个国家选唔到疫苗。德国联邦卫生部下骹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5公布上新的疫情统计数据。德国染疫死亡增加351人，总共已经有100119人过身。逐天新增加感染人数也破纪录，有75961人，总感染病例超过550万例。加速自俄罗斯、英国、意大利、法国了后，欧洲第5个染疫死亡人数超过10万的国家。特别下届总理梅克尔心情正沉重，最后一摆提醒民众，逐天拢爱做好防疫。Deswegen lassen Sie mich sagen, es ist ernst. Nehmen Sie es auch ernst. Seit der deutschen Einheit, nein, seit dem Zweiten Weltkrieg gab es keine Herausforderung an unser Land mehr, bei der es so sehr auf unser gemeinsames, solidarisches Handeln ankommt. 有名病毒学家克里斯提安·德罗斯登警告，死亡人数恐惊会阁增加10万。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指出，新冠病毒伫德国造成死亡率是0.8%，代表若逐天感染病例伫5万，逐天的死亡人数到400人。这第4波疫情重灾区集中伫南部甲东部地区，其中萨克森邦过去1个月以来，一天增加感染人数增加14倍。这是救派团体德国另类选择的大票仓，也是疫苗注射率上低所在。下个月特别上任的新总理肖兹25针对控制疫情宣布新的措施，包含组成疫情应对小组，甲提拨10亿欧元做奖金慰劳第一线医护人员，佮考虑对养护中心的工作人员颁布疫苗强制注射令。另外，欧洲各国做疫苗拢有6成以上，为什么佫会爆发这么惨重的第4波疫情呢？
英国阿斯特捷利康执行长索利欧23伫 BBC 广播公司第4电台的访谈当中指出，甲欧洲比起来，英国重症转移人数较低，原因就出伫欧洲最初以血甲为理由禁止老大人注 AZ 疫苗。索利欧进一步解释，莫德纳、BNT 这 mRNA 疫苗最初会产生真大的抗体反应，不过保护力真紧对减少。腺病毒疫苗，比如 AZ 疫苗，是会引起 T 细胞强烈反应，身体记忆时间也较长。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罗西亚、西伯利亚昨有炭坑大火造成52个人死亡，包括来的救援人员。意外发生的时，炭坑内底有285个人，有239个人顺利逃出来。目前火势嘛，阁还未受到控制，随时有可能会爆炸。乌恩透过通风系统排除下骹空气，也有人受困。搜救队员想要进去将人救出来，锁死伫内底。有官员表示，失联人可能遭遇不测。火灾大发生的时阵，内底拢是乌恩，大部分的人紧急成功脱离，部分幸运得救的炭工砸伤，有几个有生命危险。当局评估下骹甲烷浓度真悬，可能会有大爆炸，只好暂停救援任务。людьми у нас нет, система связи под землей не работает, хотя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я есть, все работает, система вентиляции работает, воздух из шахты откачиваем. 检察官认为，真可能是甲烷爆炸引起的意外，规个工地主管已经被抓。Возбуждено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по признака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ного части 2 статьи 217 Уголовного кодекс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рушение требовани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 опасных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х объектах. 总统普京已经甲当地官员通电话，佮紧急派事务官去现场，当地宣布降火期3天。这个矿场1956年成立，是伫莫斯科以东3500公里，私人控股 SDS 风电公司下骹产业。俄罗斯采矿业为苏联时代到即马，真侪矿场设备老旧，欠缺公用安全标准，意外真侪。2007年，科迈罗沃州一个矿场发生为苏联解体了后上大矿灾，起步造成110人死亡。2019年，另外一个矿场也因为爆炸91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要来看台积电哦，明年嘛要去高雄起工厂，地点是拥有5轻的旧厂房，目前是整理。也毋过1礼拜3，却传出讲有工人吼刷一车弄死哦。也毋过这个工案意外的消息并无传出来。早起国民党的市议员就批评讲，市政府是调故意暗藏消息。怪手伫中油5轻的旧地点继续赶进度，希望伫明年顺利甲整理好的土地交予台积电。不过现场3至3區2時下晡煞傳出疑似工安事故，受傷的人員送醫了後救無回來，這也予國民黨的市議員批評市府是暗藏消息。砂石車的車斗壓傷，那壓傷的這現場呢，就送到這個消防由中油的廠區的這個消防隊的救護車。緊急送醫，那送醫之後呢？在醫院已經確認，目前是身亡的狀態。國民黨的議員26透早調開記者會，要求市府說明歸戰事故。不過市府卻表示講，唔是工安意外，因為事故唔是在整理土地過程當中發生，敢若會當算是職業災害意外。跟那個土地整治跟開發是無關的，純粹是一個當地的這個現場的個修工車子傾卸車有故障。然後這個司機就請外面的工人來進他維修這個車子，造成他的造成他的意外。我們不會有任何發生之災後，我們在網上公告。我們要整個結案以後，按照法令規定，裁罰完成了，我們才能夠公告。市府表示，迄天就已經做了檢，也要求廠商賽後愛處理好勢。不過，就佇台積電要來設廠進前發生事故。民代也要求市府應該檢討相關的勞檢甲工安管理，避免閣因為趕進度來出現工安事故的狀況發生。記者綜合報道。中國政府動發台商的遠東集團造成真濟台商真不安哦。經濟部長歐美花是表示，政府真歡迎台商轉來到台灣投資。另外，本地年底要到期的投資台灣3大方案，這個計劃敢會閣延期咧？國發會表示講已經咧規劃了。
伫最近，中国以环保原因罚远东集团，这边的查处跟甲政治有关系，搁再加强大商回台效应。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伫咧立法院证实，确实像上最近转来案件有较多。现在看起来还是有案子再送进来，好，那我们其实非常欢迎台商回来投资。除了远东案，可能让大商加速回台脚步。经济部投审会上新的统计也发现，今年1月到10月，核准对中国投资件数349件，比顶年同期减9.82%。核准投资金额43亿美金，也比顶年同期减8.60%。对这拢会让看做中国经商环境的变化。中共这边为了要这个共同富裕，又为了要收刮一些财富，填补财政缺口，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了哦。那这个对台商来讲也是很大的警讯，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经商环境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像从前，工资在走高，环保的要求在走高哦，然后呢，原物料也在涨价。可能跟疫情有关系，在国外发展久了，台湾还是有一些产业有攻坚，所以我想因为这样的因素回来，比如说像电动车行业啊。还有一些 IT 比较这种像使用 APP 的这种共享经济的部分，我觉得这种产业回来的会比较多。针对大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的5000亿优惠融资额度，怎么只敢拿剩1500亿，申请期限到年底就要结束。国发会怎么伫咧向加码规划甲评估的方向伫咧做？蒋明生表示，以长期来讲，打压大商对当地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若是因此产生供应链的转移、加速移动，大商的产能有需求，要刷转来台湾，或者是刷到东南亚，或者是欧洲，政府也会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两冬后，民国112年开始一寡工业用有毒的物质开始要禁止使用了。也毋过有消防相关的技术人员是指控讲，目前政府加管原料，对产品拢无管理，会造成一寡产品嘛是佫有毒的化学物质，所以要求政府应该同步来检讨。一个人摕着护士，一个人拍开开关，消防专机人员测试消防设备，排放出消防的泡。有的产品是有氟化表面活性剂 PFAS， 测试人员指出，接触会造成身体不爽快。每次我们测试完，都感觉到身体都会有一些红红肿肿的过敏反应哈。官团指出 ，PFAS 这类化学物质毒性高、半衰期长，后面呼吁采取有劲的措施，莫阁用啊。国内嘛规定，要伫112年开始禁止使用伫拍火的泡当中。环保署指出，除了少数研究教育用途，即马无啥咧用。消防署嘛强调，市面上原料拢符合标准。不管是灭火器用的我们的泡沫原液，或是我们系统用的我们的泡沫原液，目前都是符合环保法规，应该是可以确认的。但消防专机人员一期，目前相关单位定管原料无关产品，嘛就是含氟的产品进口无人在管。都是要求厂商自主检验。请问这样子是在为人民把关吗？厂商自主检验就是会荒腔走板，就是会这样，如此便宜行事。工会不满顶游产品无把关，结果下游做检测的人员所要承担后果罚罚钱。业者指出，9月有人排放测试含氟消防泡到检美科，互环保局告发。不过环保局表示，当初时罚钱是因为罚行为，罚业者无设置有效的防治设备，依照水务罚3万。记者曾志祥台北报道。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今仔开始哦，早起就请来真侪民众。台北市旅行工会是表示，因为有5月券、国旅券跟国管区提出来的优惠券哦，所以最近国民旅游是真旺。也毋过有一寡业者嘛是有起价，所以民众嘛是爱加做一寡比较。台湾北部的天气虽然是寒死时个喷雨，不过西部一贯排队也是排甲落长，遮的人拢要来抢好康的。因为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11月2日举行，其中佫以浸温泉馆甲餐馆探门的人是上介济。跟平常在上网看还是有现场还是有一些优惠这样子。之前都是一个人嘛，那现在一个人1000多，我觉得2个人1000多的话，我觉得还可以考虑啊，不然的话花费也是很凶啊。上阵国民旅游即马是增加呀。有旅行业者推出宜兰打卡，一天来回只要399块起跳；苗栗的明凤古道，一天来回只要799块。还有圣诞节甲下年甲休寒的时阵，即马只要正常的介绍，民众就会当四界行搭。
那在寒假春节的部分，因为亲子旅游是主要的一个群众，那在这样过程中呢，其实小朋友我们主打是只要1块钱。另外，嘛有饭店业者推出只要半价犹太餐馆甲大宿馆，要来有生意。平日入住的话，还有含2客早餐，其实是非常划算的，所以也希望可以刺激明年国旅的消费。最近物件是慢行照起价，部分的饭店、旅馆内底的自助餐嘛起价。为了稳定国内民生消费物品的市场，交通部观光局顶日就要邀请国内各大饭店、旅馆业做伙来协调甲讨论，看会当卖起价无。涨价特别高，都是属于特殊的日期，像12月30这种连续假期。确实在我们的立场来看，也难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这个需求一定是属于买卖双方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像这个部分，我们是认同的。台北市旅行公会表示，在国备馆、甲各旅馆，也有各县市加码馆的支持之下，确实有甲这波国民旅游插起来。尤其是连续假期，拢出现真恶作文的情形。虽然讲这是好现象，不过部分的业者要是有调整计划，民众要是来做比较，才会当买到上佳优惠的。记者综合报道。气象局分析寒冷的天气指出讲，今年的反适应现象继续，也毋过比旧年来讲还无较严重。今年虽然较早变冷也毋过嘛是算正常。今年寒冷的雨水较少哦。另外，后礼拜开始会有锋面通过，冷空气南下，全台湾的天气会阁变加较凉冷咯。到台北地区，伫礼拜5一大高转做湿冷的天气，而且照后面的北部、东半部受东北季风影响，落雨几率也较悬。按算礼拜1开始，水汽减少，气温回升，不过下礼拜2还有一波冷空气会到位。下一波的冷空气在周2的南下之后，周3、周4持续影响，而这波的冷空气不是只有影响到北台湾而已。包含北部、宜兰、花莲地区的温度有明显的下降，感受是比较偏冷一点的。气象局表示，这冬天受反适应现象发展的影响，确实寒较早，而且估算12月反适应信号伫偏冷核心，不过受全球暖化影响，过冬季气温估算是落伫平均值。只是要注意雨量是偏少的状况，恐惊还要面临欠水。过去的资料显示呢，在反圣婴年，台湾附近的东北风的强度会带来比较冷，甚至比较干的这种降雨的环境哈，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啊，在冬天是枯水期情况。气象局特别提醒，台湾平均每年有8到12个冷气团，加1到3个寒流。冬天是冷空气落南影响上济季节，民众依然爱适时做好防寒措施。另外，中南部地区也要特别珍惜水资源，准备面临刷入去的冬天的大水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医早起发表一款检查读会讲的新技术哦，甲一般爱3点钟的流程缩短到1点钟，就会当知影结果。而且准确率是100%，嘛已经发表伫国际医学期刊，咱做伙来了解。每年秋冬温差较大，是心血管塌掉的好发的季节。胸坎痛是急诊患者上主要症状之一。目前检验心血管塌掉的心肌氙酸2倍浓度，至少要用3点钟。而且平均每1000个急诊胸坎痛的患者有10个位，心血管塌掉的患者会被误判是正常。不过台病院上新的研究发现，那用新一代超敏感心肌氙酸2倍检验流程，时间应减少做1点钟。就3个心血管塌掉的患者会去闹高去。胸痛的患者的确还是一样，大概就占7%到10%之间。好，所以如果能够使用这流程的话呢，就可以加速处理这些病患，好，让我们医生有更多时间去专注在其他更严重的一个病患。研究团队表示，2015年欧洲心脏科指南发表这套新的检验器这个流程，建议台湾也引入。不过还未有亚洲人的临床数据。所以台病院发起全球国际合作研究，结合11个国家，收集3万多个病人资料，研究证实有4成胸坎痛的患者用伫1点钟内排毒。
准确率100%，也能解决急诊人伤济问题。使用加速流程可以提升病患安全，减少急诊忧期，而且还可以减少医疗支出。医师提醒，心脏疾病是个人10大死因第2位，其中急性心血管塌掉呢是大命杀手。愈早送医，愈早诊断是患者活命关键。台病院这套新的诊断流程，未来也希望推广到国内其他病院，让更较侪心血管塌掉的患者能受惠。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一粒高丽菜拢爱100-200块，价销真好，所以就有真侪农民拢会种哦。农粮署统计讲，11月中高丽菜种超过786万丛，是比英国加3成，所以今年已经是止血顶好，代表讲价销有可能会崩盘。最近天气较凉冷，高丽菜需求增加，有真侪本地高丽菜拢咧出货。虽然目前高丽菜市场价格对每公斤17块降到14块，不过也因为需求增加，价销比英国较好。有真侪农民上侪咧种。农粮署第2个月发布讲，高丽菜栽的数量今年头一摆出现叫仔式的警示灯号。看天食饭的嘛，阮就惊啊！你若讲这高丽菜有青花有啥物，拢按固定有摕登记，契约规价。安尼咱落来分配。有拢爱登记，吼，价钱歹翻盘，就是政府有补助。若你若无登记阵吼，政府无补助，就去第一做治疗啊。根据云林县府农业处的统计，原来108年种高丽菜面积是1054公顷，109年的时增加到1200公顷。也若今年的面积是搁再达到1272公顷，农业处也呼吁农民分配种植，才袂影响整体菜价。农粮署那边也有在做，因为现在目前的栽种株数已经止报，已经过量，然后农粮署也在示警，请各位农民不要去做抢种，因为后续可能在80天后，可能在1月底、2月初过年前，可能高丽菜就会大量的出来。农业处表示，因为最近拄好是万冬结束，有真侪农民趁这个时阵种短期内产量悬的高丽菜。不过，若是天气稳定，农民搁拢伫同一个时间采收，真有可能因为产量伤济，连导影响到高丽菜的价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县大田乡有一间工厂，长久以来伫当地造成真严重的空气污染嘛排废水哦，附近拢真臭。早起民众嘛包围工厂抗议，业者是讲哦，因愿意甲民众沟通，嘛愿意改善工厂，也毋过民众是要求讲，这间工厂爱马上关门。真心反动员，真心反动员。将近100位的民众大声喊口号，26号早起包围彰化大村乡的农业公司，抗议工厂长期排放空污甲废水，发出亲像新鸟翅般的臭味。这传播的距离，连伫咧园林拢闻得到，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大约上无要8年，拢有这种味。诉求啊，吼，就是要叫伊关厂。改善无效啦，因为改善决定20-30年的改善，阮即摆所有的这乡亲啊，吼，大家拢未接受啦。当地民众表示，农业公司专门是回收屠宰场的羽毛，搁再制作成饲料甲肥料，但是向业者来反映，甚至向环保局检举上百届，拢无看到改善。面对民众抗议，公司的大门是关条条，派出法务对外来说明，强调会配合改善。改善完之后，对，才有办法解决问题，不是抗争就会解决问题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希望说，他们如果有诉求，来跟我们公司来做的来协调，因为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改善。彰化县环保局表示，为2018年到今，已经稽查农业公司134届，最近1年之内已经裁罚259万块。未来若是同一个行为连续2届重大违规的情形，就会要求停工。1年里面同一行为经2次限期改善，仍违反同一个法令的话，那我们就会认定为情节重大，那依法来命他停工。县府强调会严格来稽查执法。农业公司是表示愿意甲居民沟通改善，但是当地民众讲无法度再忍受这个臭味，要求要马上来关厂，双方面是无交集。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推动台南的西拉雅做正名，台南市政府今仔是带一阵族人来台北司法院，望大法官会使赶紧来审理西拉雅原住民身份法的失宪案，嘛请求中央政府赶紧让这个族人原住民的身份。
伫17号号中，族人咧画口号，望大法官会当来加速审理西拉雅原住民身份法的释宪案。西拉雅的族人因咧争取恢复原住民身份的运动已经有20多年啊。台南市政府嘛，互因这族人应该有的协助。市政府呢非常重视西拉雅族群的证明问题，特别将西拉雅族评定为台南市的市定原住民，来正视目前西拉雅族面临的各项问题。族人伫26日天去司法院来交意见书甲诉状补充，请大法官就要来伸张正义，嘛望中央用国家的体制落实平埔族的正命正义。中央有关单位能够顺应西拉雅族亲的诉求，然后呢帮助这个以台湾那块土地呢有这个渊源非常深刻的这个族人找回应有的身份。相关的这个案件内的申请书跟相关机关的意见，已经公布在我们大法官网站上，那大家可以这个查阅，那也可以关注这件事的后续发展。为着表达重视，司法院派出大法官的这个书记处长亲身来接下陈情书，嘛强调讲会照法来处理。也若台南市政府是搁一遍来呼吁中央，爱用更较包容的北长来看待这个正名的运动，来实践历史的正义。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让老大人身体勇健，嘉义的中部之前已经开头一间时代的健身房哦，即马伫新港又搁开第2间，搁有物理治疗师来教时代正确姿势。在肩膀上，不是用脖子去顶哦，不是用脖子哦，是往前拉起来之后。物理治疗师向时代说明排动器材的使用方式。嘉义县新港乡的海营村配合长照据点成立银发俱乐部，而且搁引进其他护理人员做伙陪时代上课。让我们的肩膀能够好像压什么压起来，或者很舒服那种感觉。这些仪器帮助他们，其实可以在地的社区里面就更深入去在地老化，那减缓他们因为就是衰弱或有跌倒的这些风险。县政府表示，目前这是嘉义县第2间银发健身俱乐部，未来会增加3间，搁要配合学校甲社区培养人才，准备用专业的方式来减缓时代身体筋肉力量的退化。那慢慢的1-2个月起来，他们甚至可以自己坐在椅子上直接起立，完全不用扶，或者是直接拿这些器材，然后做一点点的重量训练。跟50个社区、跟嘉义大学、跟中正大学合作，透过专业的老师来训练老人家的肌力哈。那我们也训练了20几位的精准运动员。来指导。社区表示，目前已经有大约30-40位时代会固定来这训练，即马正式启用了后，嘛希望会当提供予附近庄头的时代增加运动健身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全台湾55个社区提出地方上有在地特色的工艺品来展览哦，要来呈现出咱台湾各地工艺文化的特色。可以互相来接合，所以我们的工艺可以依照自己社区。小提琴会出好听的歌曲，无讲唔知这是用水捞茶制作出来的乐器。是用我们自己原住民的语汇，那个琴头是用山猪的意象来做个琴头，那我们背面有我们的图腾意象。还有来自台南嘉义区的师傅，现场教人安怎用竹仔制作环保椅啊。连囡仔腰格也是用竹仔做的，做起来跟我们就是好像有那种人体工学的感觉，让你腰不会酸。比较环保的材料，塑胶的也不是说塑胶不好，可是塑胶到处会制造很多垃圾啦。台湾工艺社区辅导成果展览，邀请来自全台湾55个社区，再来家己家乡的工艺作品。在新埔奇尼坊展示在地特色成果。社区公益的这个商机让在地特色化的这个工艺品能够让民众来了解。工艺研发中心表示，透过活动甲技术交流，希望未来各地方工艺会当相连做伙，而且深入社区，共同帮助更较侪社区发展在地特色产业。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第一代青春咱的梦这节目是记录各地少年人追求梦想的故事。2档内嘛已经做满100集了。最近推出一个特别节目，要来看这节目的主角因当初的梦想，敢有继续追求，还是有啥物改变哦？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咱做伙个继续来听因的故事。以青年族群为主要报道对象的《青春咱的梦》，在台语台关怀本土的开台理念之下，记录这块土地各地少年人互人感动的精彩故事。团队上山下海，行到第100集，在每一个故事背后，拢有济济主角的青春梦想。我嘛总是以珍惜甲感谢的心，甲上好甲上水的画面献予大家。青春咱的梦这个节目是足实在的去介绍每一个少年人。少年头家、台湾囡仔，哎呀，因做最有意义的代志。他真的走访很多的地区，探访很多年轻人的梦想。那让大家知道，其实年轻人在做梦的时候，其实是很脚踏实地的在完成一件事情。这2年外要900天的日子，青春咱的梦真幸运，会当熟悉济济有热情、有美梦、认真实践理想的少年家。让大家看到台湾的希望，我嘛会用更较多元报道的角度来平衡无共世代、无共领域的观点。较早看的时阵，拢是迄种阿伯阿姆的，啊无阮这种少年人的。爸爸妈妈迄辈是较保守，因会惊讲是毋是无通食饭啊？吼，是毋是讲你这有趁食无？但是有这个报道了，就讲有，嘛是有人安尼生活，嘛是有人往这个方向去行出家己的一条路。咱这个土地有真侪故事，也无妨发现。我嘛希望，让愈侪人知影，台湾的少年家其实唔惊吃苦，嘛唔惊失败，只是需要大家祝福甲支持。青春咱的梦会继续找找精彩故事，让台湾勇敢追求梦想的人永远袂孤单。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土库的公所常常拢会伫土库的故事屋来办大人囡仔做伙读册的活动，而且讲故事的老师带家长透过讲故事的方式，甲囡仔来交流。家长带囡仔做伙听台顶的老师讲故事，这是云林土库举办的亲子读册活动。因为有真侪家长感觉和囡仔做伙时间伤少，就来参加，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增加和囡仔的感情。在他们小的时候，也有带他们来参加过，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那我们配合土库镇公所、土库故事屋的活化，我们来推动亲子绘本共读。绘本它里面有非常多好玩的故事，有意义的故事，从0岁到99岁，我们都可以读。所以我们鼓励爸爸妈妈他来到故事屋，那把这个绘本拿起来。好，然后跟你的宝贝跟他们讲这个故事。讲故事的老师也表示，透过讲故事的时阵，家长和囡仔就有较侪交流，对亲子的感情也一定有帮助。也许小孩子会忘记爸爸妈妈在他小的时候是读了什么绘本，但是他永远会记得爸爸妈妈抱着他有爱的拥抱。亲子共读也是一款引导家长用讲故事的方式，和囡仔有更加亲的互动。也期待有来参与活动的家庭，以后也继续用讲故事的方式培养亲子的感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纽约的梅西感恩节游行，去年因为疫情无开放民众参加，今年已经转好，有15个大型的气球、28台火车，伫曼哈顿的街仔路游行哦。冇真侪民众到现场去斗热闹。大型的机轨啊，到现场演奏音乐。纽约市感恩节活动，梅西感恩节大游行自5日曼哈顿路就开始，早起9点出发，最后到梅西办会总部，总长2.5英里。You know, it feels really phenomenal to be here. It feels like New York is on its way to recovery, which feels fantastic. So many people and families out. And it was great to see the new balloons, Ada Twist and Baby Yoda, so it's fantastic. 梅西感恩节大游行为1924年开始固定每年举办，
当年游行有6英里，今年已经是第95届。去年受疫情影响，无开放民众到现场参观。今年举办虽然无要求民众爱提出做月表证明，依然鼓励挂嘴罨。工作人员甲志工拢爱做月表挂嘴罨。 Wonderful. It was really exciting to see everyone out and about and all the floats go by. They're so big, so it was exciting to see. I love the marching bands, the music, because you can feel the pounding of the music in your chest. 今年游行有15个大型家规啊，18台火车甲36个传统甲创新的红啊，阁有超过800个小丑啊，甲真侪家己队表演团体来到闹热。公视新闻郑慧仁报道。 咱来看澳洲的大宝塔，是世界上上大的山乌塔，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哦。这几当所有真严重的白化危机，也毋过这个月24，有科学家就翕到讲外海的山乌的生卵，海里哦，足侪大大细细裂白卵，看起来就亲像天顶的星，是真壮观哦。 无共品种的旋蚵同时释放2甲精虫，数量几61粒。这个美景就那亲像海底的天星。伫澳洲昆士兰省滨海城市凯恩斯外海，最近旋蚵大生团。研究人员炸相机落海翕这个美丽景致。旋蚵卵因为有真侪油脂粉有浮力，会慢慢浮起来。海水的震动有助精虫甲卵结合。 大部分生卵的起上2-3天，数量甲品质都是监测旋蚵健康程度的指标。Yes, other coral reefs do spawn at different times of years, but the fact that it's the biggest coral reef on the planet reproducing, it means it's the largest sexual event on the planet. 最近气候变迁，地属着海洋温度升悬，34.8万平方公里的旋蚵塔，经过2016、2017，甲去年严重白化死亡，至少有2/3破坏去。 协马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组伫要断正世界遗产清单，伫澳洲政府积极沟通，才渡过一劫。这么大的生态系统，毋但有丰富的渔业资源，也佫带来超过6.5万的工作机会。这届旋蚵生卵大喷发的情形，代表生态运作已经正常。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东部地區上嘅20度，上懸26度；華東地區上嘅17度，上懸24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第一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